想你，说三步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，说天来，想你，说茶，想你，说啥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天我来和哈帕舞头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学了机械舞的间奏，那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段就要把它整个结束喽。好，那在最后一段的间奏之前，我们会先有副歌的动作。那副歌动作之前也有教学过了，那我们今天先从副歌动作开始复习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会接回原本前面的间奏，从这个动作开始。来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个结束的 ending pose。那这个时候呢，2只脚往前后跳开，像这样交叉。交叉的时候，我们双手打开。好，来试试看哦，手在这里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，很好。跳开之后，我们会逆时针往后转，转到这里。我们的右手举高握拳，好，给它一个非常简洁有力的结束动作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很好，再一次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那在这里啊，第一拍的时候我们呢稍微需要手脚用力一点，跳的时候会像这样交叉，嘿，对，落地，所以我们脚尽量让它稍微抬起来一点点。抬放，对，尽量把它抬高一点点再下去哦。好，不要让脚粘在地板上，像这样，这样就是没有抬高。来，我们试试看抬高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停在这里的话，就整支舞就会在这个地方结束了。那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哦。那我们再练习一点，把它练熟。来，从副歌开始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哦，很棒，大家都很棒。那接下来我们试着加快速度一点练习哦。那先从这边副歌开始，那待会我们会从间奏直接接我们的 ending。好，来再一次哦，准备好诶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好，大家都 OK 吗？学会动作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，再快一点点哦。但是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待会会从这里搭音乐到最后 ending pose 结束。好，来试试看哦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注意一下，在跳开的时候啊，你的脚不要让它交叉太多，因为交叉太多的话，你会很难转身。好，我们交叉就是这样，前后稍微分开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转的时候，我会让它转半圈的时候呢，前脚用脚跟，后脚用脚尖
转身过来的时候，手顺势抬高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手在抬高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带动身体的力量。好，来试试看哦。6、7、8、1、2，很好，再试一次哦。连着我们跳开试一次。6、7、8、1、2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最后一次数拍就跟着音乐喽。来，准备后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马上跟着音乐来练习一次吧。来，音乐准备。6、7、8。好，那我们再练习3次哦。好，来，准备后，来，6、7、8。好，再2次，大家加油，把它练熟。来，6、6、7、8。好，来，最后一次，大家加油，跟我一起来，准备，6、6、7、8。好，那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棒，让我们休息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天我来教大家哈帕舞头。那今天是我们的第3段的总结。那这个第3段总结学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把整支舞都结束啦。很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从间奏的部分开始练习喽。好，间奏的部分。第一个，待会是双手举高，从这里开始哦。来，准备后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双手拉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细绳，4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好，到这里我们手这样，好，直接抬起来接 popping， 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。好，这里跳完之后，我们的双手在这边直接接副歌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1、
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从这里我们接着间奏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后 ending， 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哦。来，我们再试着慢着数拍一次。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Popping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副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。很好，大家很棒。好，我们这样就会从中间第3段开始到结束喽。那好，那我们快速数拍一次，就跟着音乐练习喽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来试试看喽。准备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大家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跟着音乐练习喽。好，大家加油哦！深呼吸。好，来，音乐准备。好来，5、6、7、8。4、5、6。
好评。好，来，我们最后一次，大家加油！深呼吸来准备，6、6、7、放。大家真的都非常棒，非常棒！谢谢大家从头跟我坚持到最后。那我们的舞就完结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